亮我。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、最亲密的合作者、最忠實的繼承者。告別100年前嘅半殖民地，中國今年喺保持世界第2大經濟體地位嘅同時，面對國內外嘅挑戰，發展改革之路再度引起關注。被譽為21世紀最重要嘅雙邊關係之一嘅中美，過去1年關係起起伏伏，預示咗中國和平崛起將要面對唔穩定嘅外部環境。年初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，帶咗總值450億美元嘅巨額採購協議，同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之後，強調加強中美關係符合全球利益。但喺人民幣匯率、人權等呢啲有爭議嘅問題上，仍然存在分歧。除咗以美國為首嘅發達國家喺人民幣匯率問題上，新興經濟體包括巴西等國，今年亦都加入質疑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嘅行列。除咗經濟，下半年美國重返亞洲嘅外交政策更加明朗化。今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嘅東道主美國，積極推動框架外展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嘅談判，提升美國喺亞太地區嘅經濟事務主導地位，但係冇邀請中國參與。到咗東亞峰會，美國首次由總統出席。奧巴馬話期望同東盟聯手參與南海事務。面對美國介入，總理溫家寶重申應該由有關嘅主權國家協商，外部勢力唔應該以任何藉口介入。而喺過去1年，中國繼續推進國防現代化。面對唔穩定嘅外部環境，中國重申會按自身國情發展。今年中央加大力度推動延邊開放，除咗令到呢一啲地區加快脫貧，亦都希望周邊國家一齊發展經濟，維持社會穩定，減少鄰國動盪影響到中國嘅邊境安全。喺內部，中國今年亦都面對發展進程中出現嘅各種挑戰。全國人大通過確定未來5年經濟社會發展路向嘅"12.5"規劃，調低平均每年經濟增長至大約7%，唔再單單追求經濟增長嘅取態更加明確，重點會放喺民生工程。
月23號，兩列動車喺溫州發生追撞，導致到40人死，200幾人受傷。失去家人嘅傷痛，家屬要求徹查事故真相，檢討救援過程。媒體披露，當地嘅特警同鐵道部工作人員喺搶救時出現分歧。他是在橋面上，他們提出要把這個車，用吊機吊到橋下施救，和在橋面上施救。這個問題上，我們堅持在橋面上施救。您指的這個他們是誰？當時這個現場有一個施救的大概鐵路工作人員。特警嘅堅持喺遺體堆中發現咗仍然生存嘅小依依。由事故原因到善後處理手法，地方以至中央媒體提出連串問號同批評，矛頭指向鐵道部。事故第6日，有病在身嘅總理溫家寶親自南下溫州處理，到出事現場獻花。同遇難者家屬見面嘅時候，面對佢哋炮轟鐵道部，溫家寶兩度鞠躬致歉。他讓我們更警醒地認識到，發展和建設都是為了人民，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。隨後全國展開鐵路安全排查，喺試車時一再突破時速紀錄嘅高鐵，仲有曾經多次提速嘅動車決定減速運行。加上年初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涉嫌嚴重違紀而被免職，要求改革鐵道部嘅呼聲再起。年底呢一宗事故就顯示農村地區交通安全問題嘅嚴重。11月16號嘅上晝，甘肅正寧縣一架改裝校巴失事，21個人包括19個細路仔死亡，年紀最細嘅只有3歲，43個人受傷。一架本來係9座位嘅汽車被改裝之後，載上咗46個人。事故之後，國務院要求1個月內制定出校車安全條例。2歲女童小月月嘅離世就向社會提出巨大嘅反思。10月中2歲嘅黃月喺廣東佛山被2部車車過，受傷瞓咗喺地上邊達到7分鐘。18個途人經過冇人施以援手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喺事後要求各界認真反思事件，採取行動提升社會道德水平。而今年嘅中共17屆六中全會就審議通過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嘅決定，推動文化體制改革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。有學者認為，提升社會道德水平至為重要。正處於社會轉型中嘅中國，不可避免累積咗唔同嘅矛盾。過去1年，外省民工同當地人發生嘅衝突，城管暴力執法引發不滿。社會管理呢一個既新又極為重要嘅課題，已經迫切咁樣擺喺執政者面前。廣東陸豐烏坎呢一條小村落就為各方帶嚟咗重要啟示。事件嘅起因喺其他地方並唔鮮見，村民不滿官員涉嫌私賣土地引發示威，
唔同嘅係，村代表被扣留期間突然死亡，村民自組臨時代表理事會架設路障，當地地方政府一度斷水斷電圍村等各種方法企圖化解，但係事件越鬧越大，國際媒體紛紛湧入。境外的媒體信得過，母豬都會上訴。你指望他們借外人之手打自家兄弟？就喺危機一觸即發，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率領工作組進駐，同村民自選嘅代表會面，答應佢哋嘅要求，包括承認村民選出嘅臨時理事會。一場危機暫時以和平嘅方式化解，呢個會唔會成為社會綜合管理新路子嘅典範呢？外界有咁樣嘅睇法，係因為近年各地不時出現民眾同官員矛盾激化嘅事件。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嘅先行地，經濟發展快，開放程度高，流動人口又多，社會管理嘅壓力自然較大。今年就設立咗社會工作委員會，協調各部門處理社會問題，係全國嘅先行者。今次掛帥處理烏坎嘅朱明國，就係呢一個工作委員會負責人。今次咁樣嘅處理模式，日後會唔會成為一種示範呢？官方《人民日報》就以烏坎轉機提示我們什麼為題發表評論，呼籲民眾有訴求唔應該過激，而基層政府亦都唔應該以堵塞同埋鎮壓回應訴求，必須將社會管理擺喺更重要嘅位置。到底要點樣解決社會發展進程中嘅困難呢？總理溫家寶今年多次喺公開場合提及需要推行政治改革，社會發展模式嘅討論亦都成為咗今年內地熱點討論之一。物價不斷升，上半年穩物價、壓通脹成為咗經濟工作重點。政府推出多項措施，收緊銀根，穩定食品價格。到7月錄得通脹6.5%新高之後，升幅開始放緩。不過歐債危機陰影之下，出口企業開始受到衝擊，加上收緊銀根政策，唔少中小企業周轉出現問題。珠三角同埋長三角開始有企業倒閉，溫州更加係發生因為高息借貸、資金鏈斷裂、企業老闆因為欠款而走佬嘅系列事件。面對越嚟越複雜嘅外圍情況，部署出年經濟工作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喺10年嚟最遲嘅日子召開，出年經濟工作定調為穩中求進。出年將會繼續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嘅同時，會留意經濟變化，適時微調。但有一點就明確，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。確定中國來年經濟方向嘅呢一個會議越嚟越受到國際關注，因為釋出嘅信息唔單止只係影響中國嘅發展。隨住10年前加入世貿嘅決定，中國進一步開放，融入經濟全球化嘅進程。中國喺國際經濟體系中已經佔有一席位。當年對係咪應該加入世貿作出讓步開放市場有不同意見。喺入世10週年紀念活動上，胡錦濤親自出席，肯定中國入世惠及自身同全球。未來5年進口規模會繼續擴大，而且強調改革開放係關鍵抉擇，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嘅國策，先至能夠破解發展進程中嘅難題。兩岸關係進入新局面，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 今年元旦實施，台灣漁農產品、紡織品、小家電等500幾項產品出口到大陸逐步獲減免稅項。台灣當局預計 ECFA 可以為生產總值增加近9000億新台幣。咁雖然民進黨質疑協議會唔會帶嚟真正嘅經濟效益，但1年嚟台灣嘅失業人口減少咗8萬幾人，就業增加咗21萬人。
對大陸嘅出口就增長1成2。咁同時為台灣價格不斷下跌嘅農產品開拓龐大嘅新市場。民進黨最終改變立場，咁表示喺兩岸政策會採取開放態度。擴大開放旅遊方面，年中率先喺北京、上海同廈門實施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，每日有500個名額。非常想去，而且覺得台灣一直覺得很神秘，而且大家就說反饋嘛，很美，小吃啊、吃的飲食啊、水果啊都比較好嘛。福建居民可以到台灣離島地區個人遊，因應旅客增多，兩岸定期航班增加5成，又增設新航點。但旅遊意外就時有發生。台灣中部阿里山風景區4月底有觀光小火車翻側，5名大陸遊客死亡。8月，一個台灣旅行團喺吉林嘅高速公路發生車禍，4名台灣遊客死亡。民間嘅交流就有新突破，總理溫家寶提過，希望分隔兩岸元朝畫家黃公望畫作《富春山居圖》合璧展出。喺兩岸文化部門促成下，6月喺台北嘅故宮合展。說明了什麼呢？說明了兩岸的經貿合作非常重要，它是牽手的工程；兩岸的文化交流更為重要，它是連心的工程。展期3個月，吸引超過50萬人次參觀。台灣2架軍機9月喺東澳蘇花公路進行夜間飛行訓練時撞山墜毀，導致3人死亡。而原本回穩嘅中美關係，再因為對台售武變得緊張。新計劃總值超過58億美元。外交部緊急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，提出強烈抗議。售武計劃冇出售較新款嘅 F-16CD 型戰機，只係同意為台灣145架舊款 F-16AB 型戰機升級。繼陳水扁前總統之後，李登輝亦都被揭發弊案，挪用國安費700幾萬美元，被落案起訴貪污同洗黑錢。一旦罪名成立，最高刑罰係無期徒刑。現年90歲嘅李登輝早前發現大腸有惡性腫瘤，已經接受手術切除。總統有沒有？而正喺獄中服刑嘅陳水扁涉及嘅3宗弊案，8月獲高等法院改判，刑期由最初嘅無期徒刑減到2年0.8個月。佢太太吳淑珍亦都獲大幅減刑。吳淑珍2月嘅時候原本到台中監獄醫院服刑，但被判斷為唔適合收監，送返去高雄屋企。年中台灣爆發塑化劑風波，引發食品安全危機。有原料供應商喺食品加入致癌嘅塑化劑，影響範圍遍及飲品、糕點、麵包、果醬同藥品等。當局經檢驗之後，證實過百間企業超過500款食品都含有致癌塑化劑。當局進行大規模回收。馬英九總統親自上陣，銷毀含塑化劑嘅飲品同食品，希望重建消費者信心。但部分問題食品同藥品已經流入大陸同香港，甚至遠至美國等地方。大陸一度禁止有問題嘅台灣食品入口。添加塑化劑嘅旭新公司負責人最後被判刑18年。當局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，罰款由目前嘅30萬增加到600萬新台幣。涉案生產商最高刑罰亦都提高到7年，嚴厲懲處黑心企業。台大醫學院發生嚴重嘅醫療事故，誤將一名艾滋病帶菌者嘅器官移植俾5名病人。47名醫護人員參與手術時冇做特別嘅保護措施，存在感染艾滋嘅風險。辛亥革命100週年，台北喺雙十節舉行大型慶祝活動同閱兵。面前的為策展山地。
16A 地形戰機，配備迅安空地聯絡機。馬英九總統呼籲大陸朝自由民主方向前進。大陸應該勇敢地朝這個方向邁進，也唯有如此，才能縮短兩岸目前的距離。台灣大選進入倒數關鍵時刻，原本藍綠對決嘅局面出現變化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捲土重來參選，為大選增添新變數。目前馬英九同蔡英文嘅支持度相差無幾，中間選民將會決定台灣嘅未來。一旦台灣再次變天，民進黨重新執政，逐步改善嘅兩岸關係會唔會走回頭路，備受關注。似曾相識嘅倒數，呢一次搭載嘅又係中國人另外一個太空夢，佢叫天宮1號，係中國第一個太空實驗室。隨住神舟8號太空船亦都發射成功，中國嘅航天人正在期待一個12年嘅太空之吻。2011年11月3號凌晨1點36分，天宮1號同神舟8號完成中國首次喺太空交會對接，最終目標就係喺2020年左右建造規模較大、長期有人嘅中國太空站，向科技強國邁進。出年中央領導層將會進行換屆，備受關注嘅中共18大已經定喺下半年舉行。2013年政府亦都會換屆，產生出新一代領導層，將會帶領中國落實全面小康社會嘅階段。接落嚟係播映回首2011全球風雲，請繼續欣賞。